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紧绷。台语安尼写紧绷，形容事物已经到尽头、到极限、到终点，已经到最大的限度。台语讲紧绷。若要分配工课，我加搁一件，这已经是我的紧绷，实在无才调搁加咯。文武双全，能力真强，人口不倒。大家拢学到讲，伊这个查甫人没有极限，看无紧绷。参加1600公尺的招标比赛，爱战力，唔通一开始就甲气力放紧绷。你直直甲车驶甲紧绷，恐惊这个车会真快害。紧绷冇人安尼用哦，伊伫个外口拢讲，因某是伊的紧绷大的，意思就是伊真敬重伊的太太。人生唔免要求甲遐紧绷，有着顶就好，无一定爱第一名。紧绷的真。功夫真短，真谈真开，气数已尽。也有一句俗语：尽人事，顺天意。天公伯啊，一定会做上好的安排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紧绷，实在真趣味。